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大老多人反对？这就是小人民政府，这就是农民蓝领，这就是农民户口蓝领吃饭菜了。外地人们想吃什么？外地人们吃什么？这是外地人在天津啊，回不去家了，吃不上饭了，然后再跟政府协商沟通，现在没能给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希望天津的疫情赶紧过去吧，也让这些打工的人能回家过个团圆年。我们出去了，有时候上班有挣钱呢。来。好呀。